原来如此，多谢你保护了定海山庄，先人的心愿也得以保全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第一任庄主留在此地的记忆。我是谁，这已经不再重要。天书被解除封印之时，我也将完全消散。不，你不能解除封印。一旦玉阳子得到天书，那定海庄就完了。在你的身上已有一卷天书，若我将第二卷天书也交到你手中，你便将获得能与它对抗的强大力量。只是我不得不提醒你，凡人之躯身具一卷天书已有极大的危险，更难以承受两卷天书同时存在之力，只怕最后会爆体而亡。只要可以打败玉阳子，我什么都可以接受。小凡，师父，那两人的下落还未查明。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马上发动太阴血阵，汲取池中天书的力量。只要血阵一旦完全启动，他们逃不出定海庄，就都将被我吸干精血。赐予我永恒的力量吧！
小凡，云舒，不要走！不是说好了，打败玉阳子，我们一起走。小哥，你不要难过，我的修为已经耗尽了，必须要回到海里。云舒，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你养伤也好，修行也罢，我都陪着你。你我殊途，我必须回到海里，而你却属于这里。你是定海山庄的庄主，这里的百姓需要你。答应我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答应我。没有你，我怎么会好？云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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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舒。